大家做伙跟我来，为出天高唱海，感觉非常让我们去。生活真精彩，你也欢喜的时代，你我满心的期待，咱同心为出彩色的未来。这敢是咱要去方向？白大爷，咱是要去东平呢。村长啊，我搁确定一下啊。咱应该爱为这边。这边啊，这边啊。唔对啦，是豆饼啦，爱豆饼。豆饼这边啦。啊，但是倒一边啦。哎呀，哦，那这里这边吧。豆饼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村长，哎，你安尼准备啦，别给我搞咩？别拖啊，辛苦，别拖啊，辛苦。啊，敢有这狠？不是，有啦，我搞咩头啊，敢若有死共款的。亲像阮拢已经惯死啊，阮拢一定。你真正足狠的，到底是安怎？我有话要讲啊，我一声哦，要甲你讲一声抱歉啊，因为我正手边甲倒手边，我分袂清楚，所以我嘿啦。你当是个准员，正手边倒手边分袂清楚。有啥物煮完嘛？对啊，更好没？你看，咱右手是啥？正手边。对，左手就是倒手边，因为咱较惯势用正手，所以这边就叫正手边。哦，倒手叠加，对我应该倒手嘛。嘿嘛，我安尼分袂清楚啦。哎，不是啊，阮拢来啊，你这种嘛问阮的名者啊。哦，这真重好，来，请步。小朋友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阮是苗栗白鸟的高球队。你是谁？大家好，我姓郑，大家拢叫我阿安。阿安，大家好，我姓刘，大家拢叫我阿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姓王，大家拢叫我阿俊。大家好，我姓柯，大家拢叫我阿耀。哎呀，哦，是位小朋友，啊，毋过吼，咧摕补偿之前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对，拄则讲到方向，啊，你伫咧海上要安怎判断方向？哦，看日头，啊，还有天星，哦，天气。亲像日头像东边出来，嘿，啊，西边落去对不对？你就知影东西边啊，啊，若北边咧，你就看北极星，天气。你就知影北边伫倒位。啊，有当时咱咪用朱五尖，有无？对。这是阮一定要罩一个身躯顶的。对。安怎使用应该知啦吼，就是看放伫咧桌顶，还是讲你放伫咧手的，啊摆到平平，安尼使用有无？你看，你袂使安尼起一边，伊就固定掉的，对无？对。伊迄南北边就袂准啊。安尼我搁问恁一题，好，恁敢知影是安那？这朱五尖一直的向南北边去。身为队长，这问题我甲大家讲。哎呦，因为地球哦是一个客剧，啊地球有南北极两个主角，啊朱五尖是用克性的铁亚做，所以伊一定往北。哦，来拍破者，给恁对拍破者。啊，恁知影？你搁复习者，嘿，这边是啥边？北边。红色这边就是北边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恁离开的所在，来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多谢，哎，多谢。好，再来。哎，我来这学着方向的这知识，啊，毋过除了有知识以外，上主要就是要来学台语的。我小朋友苗栗的小朋友拢来到这个所在，一定要摕到保障，你得互一个机会啊！哦，安尼佫无够就对。安尼佫无够。好啦，就给恁机会啦。好，啊，你好我加油哦，保障是恁家己去争取的啦，知无？知。好来啊，准备接招，天美甲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气势有淡薄着，红哥，无紧，我跟你讲，因气势真好，因伫踢骹球的时阵，哇！对呢，看因鞋仔拢共款，对不对？拢穿同款的鞋啊。是。你是学校的骹球队哦？对。啊，恁感觉恁内底上后踢的倒一位？哎呦，啊安尼啊，这强哦。安尼，无你踢一下空气骹球，我看卖下去。来，我甲你摕，我甲你摕。啊，你免看球门啊？
妹，这比开戏。哦，迄靠骨髓。有呢。哎，敢若会当人踢着伤呢？对啊伊气力足大的呢。哦，厉害厉害，迄规个气势拢来。无共款。啊，毋过即摆无球，恁敢若有希望啊！到底会摕到几题，咱毋知影。加油哦，林大家来！抓！这里卖手套奖哦。来擦奖。林妮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好，赛里哦。 B， 哎呦，厉害嘞！还没顺，精湛哦。哎呦，捌。这个爱食火锅无？很强劲。bonus 哎！是 bonus 哦。厉害哦。哎呦，大家都是强的嘞。哎，好不？等下 pass 不要好 ，pass 好，加油！抓！来，这里卖。哎呦，快呀！pass。 pass 好。来，扔跳。的，嘿，哈哈！我这个机会。机会。奇怪，妈，厉害哦！倒无棍，好，抓！抓，好，过去啊！就他讲哦，厉害呢。乌龙，唔对哦，乌龙是地哦，乌龙地。你唔好搁困啊啦！金拉条，哎呦，够你讲对。哇，好，好来，快呀！鱼肉好食无？好啉无？没 pass 无？pass 好，pass。抓，这里哦，这里哦，厉害呢。想要 pass 哦？你无你食这哦，火锅了哦，无食火锅了哦。别，好，注意安全，来，大碗搁安怎？关于，唔对，目镜。哎呦，嘿，挖鸡胸，哎呦，妈，是呀，杏鲍菇，对，杏鲍菇对。切，哎，咱最厉害呢。哎呦，你话像弹，你无谈，你无谈。再来，妈，办你啦，安安。来啊！好，哎呦，轻轻松松，Thank you。叫，对，无半尾啊！无宝贝啊。哦，想袂到咱定你食火锅了，无遐尔好读。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好，小来，朋友来家。安怎念？阿慧，你看 H 是好的音嘛，慧，阿慧，阿慧，好来，哦，安怎？乌龙，有咯，乌龙。是为日语日语翻来，哎对，这算外来语哈。12月肉汤安怎？温冻。懂，咱有咱遐啉汤嘛，伊肉汤有油脂无？油脂你若拄到寒，你伊顶面是有一阵白白安尼无？伊就是结冻啊，安尼知影哦？好，后一题水浸鸡枪。啊，水浸鸡就是咱的蒟蒻，啊伊一条一条、一丝一丝安尼无？再来大碗搁安怎？碗皮，特别是俗个大碗啦 ，CP 值足悬的。啊，搁有一个人伫咧立外啥？一直立外滩，立外滩较是正确的，你我看是啥？立外滩就是翻立背啊。哦，哇，困难哦。这算深啊！哇， 9题，通仔摕到一块大片，啊，毋过有一个 bonus 叫恁摕去啊，通仔摕2题来，请你题。去，你不要我去。啊，咱较后边，看要搭伫咧倒位哦，吼。让会用的头前。我给大家看看。让会用。好，啊，搁一块。
安尼用下来这。袂歹袂歹，好，新的摆法。新的摆法，第一关摕到2块大片，准备后一关，赢来卡。听我来讲故，这关要来考验恁讲故事的能力。队员虽然抽一张牌啊，甲牌啊顶面的物件连做一条故事，2回合看会当讲到几条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大片。我上介意看你上脑筋啊啦。要来讲故事哦。是。今仔日队长敢若气势真好哦。是，这是安甲我排的啦。啊，甲你排哦。啊，你甲大家讲有啥物要安尼排？咸知咯。你讲。队长一开始伊就有气势，气势。哦气势，因为我一开始我要队长气势。气势，搁念一解。气势。哎，哦，你讲伊真有气势了对吧？好，一个表演的机会。抽牌。好起来休息。对。抽牌啊，讲请你组队互你好笑。先卖光。免笑。我讲请拍开，较拍开吼。好，来，请拍开。请拍开，猜哦。好，猜起。啊，这好，来散步，第2个是啥？传单。倒衣。豆衣是什么？传单。菜头。啊，你是啥？引来噶。有一个人在公园散步，伊看到有人伫咧耍豆衣。我看到传单上顶顶写一寡字。我看到传单里有菜头。哦，原来我真少看到传单，关键写的是迄水果果子大拍卖，拄好内面我上介意食的菜头，我就摕这传单吼，去迄菜市啊买迄阮阿母佮我介意食的菜头，啊我就炸这菜头转去就真欢喜，阮阿母看着哇，你真正超友好，这是一个友好的故事。好爽！来，家己啊喊我。我感觉是倒伊接传单遐，啊，搁有传单接菜头遐。伊的发音嘛无啥对，伊是讲传单，对，是毋是团？你看咱讲团成，毋是传，安尼知无？知。你念一解。传单。对，团单，所以传单就袂使算。是。啊，再来就是你讲故事迄角度啦。你厝海个角度，伊一开始讲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对无？在散步，啊，到尾变成。我咧算倒位，啊，我看到传单，我看到菜头，我看到啥，就变无共款，爱统一。是。啊，菜头，伊嘛是讲我看到你传单顶悬有真侪水果，啊，搁有青菜咧大拍卖，我上介意食菜头。对。你嘛会用的。好，安尼看起来就是传单，甲靠半个啦，菜头嘛靠半个，安尼靠一个。哎，恁摆了真好。甲伊安尼做一个真好的收尾，即马好，甲即个伸手起来。啊，你想要换位无？换。我给你当换。啊，队长共阮上尾哦。我上尾嘛是我头前。中哦。安尼阿凯靠你啊，阿凯你哦。会使啦，来，好来，发落去。抽牌。先卖看。小心家己吼，快紧。来，请掀开。哎呦。好，婚教，比赛，公车站，鸽子，公车站，这是豆腐，哎，豆腐，喙齿，我嘛是真期待，是，哎，我嘛是真烦恼，来哦，加油，挺来个，好来，阿公饲足侪粉椒啊，这阿个是无啊，准备要带因去比赛，好。准备要出来去比赛，这比赛真简单，就是啊为阿公因兜吼飞到公车站，啊为公车站搁飞倒来。上在阿公拄好要看这粉椒有无受伤，发现伊的脚骨有淡薄仔垃圾。阿公着豆腐切的，伊的喙齿嘛变成垃圾。伊就去摕一个卫生纸，甲切到清气安尼切好清气，
刷啊！搁有无？搁有要补充的无？无啊。淡薄困难啦。伊头拄是讲伊用倒步甲粉椒切骹嘛，毋过想要切切了变阿公的喙齿，对，应该我感觉喙齿遐啦较有问题。好啦，同款啦，倒步甲喙齿拢靠半个啦，啊就是靠一个，恁拢总落着8块，会当摕到2块大片，来去摕。你已经真好啊！哎呀，母开半步，嘛是够2块。母一波认真。好，安尼青菜打拢会用来的，，请打。可要打伫咧刀。好，再打去，再个讲。啊，个一个。比皮，好，小朋友来对。好，即马阁有一关的机会，到底拢总会摕到几块大片的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咸咸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我知影恁的兴趣是踢骹球，对无？啊，除了踢骹球以外咧，敢阁有啥物兴趣？还有其他运动。碰到打球。啊，今日要来带恁去看迄个所在，伊有真侪无共款扛啊骑脚踏车的地形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。引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慧啊，我叫吴大兴啦。大兴，你哪遐吧？可能我甲你讲，这脚踏车啊，较甲我之前骑迄种脚踏车拢完全无共咧。因为这脚踏车这种叫登山车。无怪我今仔感觉骑起来有够忝的。咱的小朋友啊，因骑这啊，对因的身体啊，是啥物会讲有啥物好处？第一个，你就爱敢骑嘛，啊，搁来你就拄到迄爬行正行的所在，你就爱力头就爱比较遐饱，啊，搁来你。拄到伫啊地形，你可能骹手爱遐咩技术啊，该经过嘿。哦，所以无怪有的所在看因拢冲足紧的，代表是迄个所在其实就是需要安尼较会过的。嘿，对。嘿。教练听你安尼讲了啊，其实啦，我对脚踏车嘛有略爱了解哦。比如讲咧骑脚踏车的时阵，袂当翘久，搁有就是爱先动后壁动，再来动头前动。大英，你头讲的2点，其中有1点是唔对的哦。唔对，哪会安尼？那安尼到底倒一个观念才是正确的咧？先动后壁动，较动头前动是对的，还是咱骑脚踏车袂当翘久？爱先动后壁。先动后壁。你应该拢有骑过脚踏车。有啊。所以恁感觉爱先动后壁动，再动头前动，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感恩你。了。先动后壁。你应该拢有骑过脚踏车。有啊。所以恁感觉爱先动后壁动，再动头前动，才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感恩你。了。对啦。讲对啦。因为翘久是对的啦，因为你若是骑脚车哦，你坐收停，你坐收停安怎？你规个后壁腰脊骨，啊，搁你脚这边在规拢会伤硬，你会足酸的，而且你的大腿甲你的骹筋这所在，会较会去扭着。好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这个车队啊，除了平常时有咧练登山车以外，我对因的影片内底啊，嘛会当看出因对脚踏车有足大的热情哦。恁差不多是为几岁啊，就开始咧练这骑脚踏车？我是13岁开始练脚踏车。哦，差不多高中1年啊。对。
啊那你咧？我嘛是共款13岁。啊，是安怎会想讲一开始想讲要接触这个运动啊？爸有咧做脚踏车的物件，我自细汉就对这个运动就有兴趣的。我有看到脚踏车的影片，就感觉就缘投的，就有兴趣的。啊，恁敢有捌想讲要放弃这个运动？无，异口同声讲无。既然安尼，我就要来甲恁考看卖啊，一寡甲脚踏车有关的知识。我若骑脚踏车骑伫恁的头前的时阵啊，我的手比安尼，我一边骑手一边比安尼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你感觉咧？超车的意思。超车的意思，安尼你的？我感觉是头前的路面单骨。路面单骨。对。好，安尼恁感觉倒一个才是正确的咧？超车还是单骨？单骨。超车。是安怎是超车的意思啊？因为伊是山区咧骑迄种的。对。哦，所以你感觉是超车？啊，单骨安怎比？所以这个动作，恁感觉是啥？超车。好，咁安尼。再会啊！我跟这个就欢喜。金苗的，好啊，佚佗者啊！再会，再会。阿妈，来啊！我队员来啊！所以安尼是啥？单骨，安尼是啥？你感觉？嘿，慢落来。慢落来吧。慢落来。安尼是慢落来。啊，超车是安尼。哈？超车。超车是安尼哦。你就比这边。知啊。来哦，嘛无啥物好讲的，你就是着一题啊。哦，一题去摕这边。阿祖你去摕。来，阿祖来摕。摕一题哦，摕哦。妈祖鱼啊，妈祖鱼啦，青菜打，青菜打。扫尾啊。哦，来到后边。卖丢毒啊啦。大了，莫丢这边来。好来。来。哇，安尼摕5题哦，我感觉这机会就歹讲的啊。好。哈哈，赢面伫我遮，刚摕到宝藏嘞，现在讲。来哦，摕宝藏的机会来啊！是。阿俊，你代表哦。啊，你有想要刷位无？好，来，请刷。请刷。妈祖鱼要大这所在。什么？加。啊，打电话。啊，就安尼哦。啊，够有啊。是啊。系啊，讲台语。好，安尼好。苗栗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嘞，超过1公叫准算。阿俊啊，请配。哎呦！啊，接！无掉。来，到这所在。真歹势，宝藏总算互我留落来啊啦。水啦。啊，毋过这金箍箍，哎呀，嘛是真水，嘛是爱送互你。恭喜！这个金箍箍外口是买无的哦。我甲你讲，这真叮当对不对？黄金的啦。啊，凯咧，是毋是啥款？欢喜。哎呀咧。欢喜。安尼，菲弟就继续讲台语就对了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